礼拜即要开始，请咱把咱的手机啊关起来。若要食物件、啉水的，请到会堂外口。请咱准备先来礼拜。敬天下弟兄妹，大家平安，平安，大家早早。哇，咱拢是准时来敬拜上帝。我相信这是咱对上帝的敬畏的态度上介好的一个表现。你甲隔壁讲，你表现上好的，来。表现上好。阿门，阿门。啊，感谢主，咱请大家起立，咱要开始今仔日的敬拜大声。啊，咱要祈求圣神伫咱中间。来运行啊，来引带啊，最奇妙的工，因为咱这个时代就是圣神最刚的时代，阿门。所以咱做伙来甲牧师做伙来回应牧师所邀请咱做伙讲的吼。圣神，我欢迎你。圣神，我欢迎你。圣神，我非常爱你。圣神，我非常爱你。圣神，你充满我。圣神，你充满我。圣神，求你引带我。圣神，求你引带我。圣神啊，我足爱你的。圣神啊，我足爱你的。阿门。咱用30秒的时间，咱去感受圣神伫咱的中间的运行。我相信这是美妙的时刻，也是敬拜的开始。哈利路亚。圣神多谢你，你用温暖，互阮知影你的同在；你用光照，互阮明白你伫阮中间；你用迄个感动，互阮体会上帝是何等疼阮。多谢你，我要将今仔的敬拜来荣耀归乎你，愿你的作为伫阮的中间，互阮会当放下一切的重担。一切的忧闷，一切的不安，一切的软弱，互阮勇敢进前来到伫你施恩座前。感谢你听阮的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咱做伙来用速读圣经，咱做伙各一摆来告别咱的信仰。来，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场彼勒多任内受苦，顶十架死，埋葬雷门府，第3日对死人中过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咱来甲隔壁的人讲，咱做伙欢喜来学乐咱的主。咱做伙欢喜来学乐咱的主。哈利路亚！做伙来拍鼓啊！你我的地里，我也无。
一项，永远拢袂改变，永远拢袂改变。上帝是我的力量，上帝是我的力量，上帝是我的力量，我的福气甲永远。上帝是我的力量，上帝是我的力量，上帝是我的力量，我的福气甲永远。上帝是我再来拍谱啊！的力量，上帝是我的力量，上帝是我的力量，我的福气甲永远。上帝是我的力量，上帝是我的力量，上帝是我的力量，我的福气甲永远，到永远。到永咱就咱一切谱到声献给咱的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咱来甲隔壁的人讲，你跳舞有够好看的，跳舞比较好看。哈利路亚。上帝开来教育咱用阿妹吗？阿妹。我心大欢喜，主在身边，所而且兄弟来唱。愿亲来顺风，万事平安。心和我救主，福气无限。用心来听候，唔望主来，念你主耶稣。咱这回来举起咱的双手来唱，哈利路亚。每天要落，为我主耶稣受罪功劳，在我爱不用每天要落，为我主耶稣受罪功劳，在我爱不用每天要落，为我主耶稣受罪功劳。在我爱不用每天要落，为我主耶稣受罪功劳。在我爱不用每天要落，为我主耶稣受罪功劳。在我爱不用每天要落，为我主耶稣受罪功劳，为我主耶稣受罪功劳，为我主耶稣受罪功劳。咱这一摆将谱的声献给咱的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与咱的儿乐带来医治，阿门吗？阿门，哈利路亚。我邀请咱大家兄弟姊妹，咱搁一摆举起咱的双手。信心已经伫咱的中间，阿门，阿门。这位来唱。我跪落跪伫你面前，我呼求你有回应，开心门，双手来举起，我追求你的真理，跪落拍拍，向你祈祷，你的话语刻入伫我心，举起双手，学路无停，行也过。
相求，俄罗不停，也要归于你，也要归于你，归了盼望，强比基督，你的话语，刻掉伫我心，也去相求。俄罗不停，也要归你，也要归你，我已经白。哈利路亚！咱需要做话语，每一日来养饲咱。那么咱甲主讲，主啊，今仔日我要对你的话语来得到刚强，我要对你的话语来更较深入捌你。我也要对你的话语更较看见，我是有你通个挖靠的，好不好？咱开声，为着今仔日的领受主的话语，咱开声来祈祷。哈利路亚！主，阮学了你，阮学了你来到你面前，阮学了你，我嘛用较无的心来到你面前，因为阮需要你的话语来激发阮，阮需要你的话语来养持阮，阮需要你的话语来光照阮。主啊，互阮会当因伫你话语内面，阮领受对你来新的生命、新的困难、新的意象。主啊，阮只会努力往靠你，求你特别帮助阮。我现在透过你的话语，由咱的心来领受。我相信这是你爱阮，才来得到的。主啊，你的灵是阮的中间的主场。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现在起咱特别要来为着咱的台湾的社会咱来祈祷，也要为着美国的政治的选举来祈祷。台湾甲美国，上帝互咱过去的历史，拢有真水的一个连结，也就是透过基督的信仰内面，这是上界重要的。因为咱信仰就伊的上帝，所以咱深知上帝怎样祝福美国，上帝也要祝福咱台湾。因为咱伫信的内面，咱是行同一条道路的。那么，咱为着咱的台湾，咱的这执政者，这在野党这政治这一切的关联，也为着美国的大选的选举，咱开声来祈祷。这虽然讲像咱历真人总是，咱因为伫基督的信内面，咱共一体，咱会当开声来为着因这样祈祷。来，主啊，感谢了，咱开声来祈祷，来预备来，主啊，哈利路亚，主我感谢你，我听你伫美乐的国度，台湾的所在，这是无可杀，是你为阮所办的，主我多谢你，我看见阮台湾四位的这丰盛的三分之三，我是在你和平里啊，我是家安静这些多少，都是你看看阮，赐福在阮的生命，多谢你，阮所有的执政者。
阮多谢你，要将荣耀归乎你，这就是阮的敬拜。哈利路亚！求你将迄个清气的心放伫阮的中间，洁净阮，互阮会当看见你的同在。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请坐。这是要来攻读上帝话。今仔日的经节记载伫约翰福音第9章第1节到第7节。约翰福音第9章第1节到第7节。耶稣在行路的时，看到一个出世就失明的人，伊的门徒甲伊问：rabbi，这个人出世就失明，是啥人犯罪？是伊本身，也是伊的父母？耶稣应讲：毋是因为这个人犯罪，嘛毋是伊的父母犯罪，是要通过伊来显明上帝的作为。趁枵是日时，咱就做找我迄位的工。暗时一个到，无人会当做工。我伫世间的时，是世间的光。这话讲了，伊配喙烂伫涂骹，用喙烂挑涂，然后用涂膏迄个人的目睭，甲伊讲：你去洗罗亚伫洗，伊就去洗。转来时已经未看见。圣经读到这，愿上帝的话成做咱随时的帮站。只是要请潘牧师来讲道。今仔日的题目是掠条机会甲主同工，请。掠条机会甲主同工，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咱倒来到伫上帝的圣殿，咱伫遮要敬拜伊。咱伫遮嘛有敬拜伊，嘛要来领受上帝话，所以今仔日注意用这个真正对咱有帮助的一个圣经节来鼓励咱。这个圣经节是记载伫约翰福音书，咱做伙来看见伫这个约翰福音书内面，咱拄则有读到有一个什么款的人？一个出世的人，咱拢是出世的人吼。一个出世伊怎样的人？失明，伫咱中间敢有失明的人？介上无吼，感谢主，真济伊可能失明的人，伊上大的情形是怎样？伊的情形，失明的人，你感觉伊的情形会是怎样？看无对无？然后，假使你若看无，你的心会感受安怎？会惊？你行路会方便无？无方便。所以咱知影，对一个失明的人来讲，对伊一生，伊毋是讲今仔日失明，明仔载就好呢。今仔日失明，明仔载敢会好？袂。所以一个失明对一个痴迷失明的人来讲，伊规世人拢是黑暗的。咱感谢主，互咱会当来了解，原来伫咱的中间。有时阵咱是目光的，但是好亲像咱嘛那亲像是失明的人。为什么？因为咱无看见主耶稣基督，毋捌耶稣基督，所以就算讲咱的目睭是光的，毋过咱内面的目睭却是痴迷的。因为咱的性命，咱真侪人伊毋捌主，所以伊活伫一个黑暗，活伫一个幽闷，活伫一个苦毒，活伫一个怨叹的内面。这款的人，伊虽然目光，但是实际上伊好亲像是痴迷的人。亲爱兄弟，你我敢是痴迷的人？阿门。咱拢是目光的，阿门。咱的目光就是咱毋那目睭有看的，咱的心目嘛有看的。咱即马若是到一个年岁，哇，迄目睭会白来讲有无？种种的问题，主牧师即马。
嘛有迄个什么飞蚊症，哇，你就会感觉足塌的。啊，那安尼那真正是痴迷的人，迄个塌的搁较大。总是因为咱信主，所以咱毋若目睭光，咱的心会目睭、心灵、咱的心眼嘛要光起来。感谢主，互咱会当伫咱永光教会伫年日的过程内面，上帝互咱找到一个咱永光教会一个永远的目标，是啥物款的目标？就是主耶稣交代学生，交代咱，你着去传福音，传到伫世界，互万百姓拢成做我的门徒，用我的真理来传福音，教导因来守我的道路，直到我来。阿们吗？当咱抓条这个目标，成做咱的方向的时阵，插着迄个标杆向前行。牧师要甲你讲，你拢行伫主的道路，因为你遵探伊的话，伊就保守你。阿们吗？感谢主，也互咱会当看见传福音是偌尼重要的代志。咱伫这几年，咱不断地传福音啊，透过左右，透过幸福小组，咱无有一个时刻无要想传福音的代志，因为主耶稣伊想的是啥物事？主耶稣想的就是互人会当紧明白福音，所以咱想主耶稣所想的，咱做嘛是做主耶稣所做的。阿们！感谢主啊！咱伫后礼拜啊，咱有一个这个传福音街头报道的传福音，牧师来问一下，你捌去街头报道的，请举手一下。你捌去街头报道的，好真好。街头报道就是你行到街路啊，然后看到人啊，你对伊传福音。有时阵分福音单过，捌分福音单去街路，分福音单的来，请举手一下。哈利路亚！啊，感谢主，上帝纪念恁所做的。有一天，咱到天顶的时，到伫上帝遐，然后你会看到伫天国的这个朋友，有人讲。我来信主，是因为你分迄张福音单，我来信耶稣的。阿们！上帝透过人所做，伊讲要互咱有30倍、60倍、100倍的收成。保罗先生伊大传福音，总是伊有拄着踢界无？伊嘛有软弱的时，所以伊讲伊到伫恁遐，伊到伫伊的学生遐，伊到伫伊的教会，伊对遐的百姓、对遐的信徒讲：我来到伫恁遮的时，我嘛是惊吓，我嘛是软弱的。总是保罗先生，伊就大声伊讲：我对你所讲的话，我对你所传的道理，毋是用我的财物，毋是用我是迄个真好的学识来对恁讲什么款知识的话，毋是，乃是用圣神甲上帝伊大开力的证明。不在伫人所得的智慧，乃在伫上帝的大能。阿们吗？所以咱传福音是靠着咱的口才，也是靠着圣神的开力。圣神的开力，这是咱通信的。感谢主，咱来看到这个咱的图这个制成好，咱来看到这个图啊，这个是咱后礼拜咱的大卫牧师甲咱的青年。咱的君玉人拢甲伊叫阿伯但是伊即马才31、2岁那点。君玉牧师娘，伊过去高中的时阵，伊讲要做牧师娘，因兜拢无信主，干那伊信主。高中来到伫咱的教会，然后一段时间了后，伊感觉信耶稣实在足好的，伊就讲伊要做牧师娘。哇！后来上帝真正互伊。嫁一位牧师，所以因即马伫荷兰，然后因伫遐所做的工，你家己看，伫即个内面有无共款的肤色的人，对无？因出去创啥物话？因出去传福音，遮个人因出去传福音，然后因去街头报道，因去街头报道，咱家己看，伫咱的台湾，咱即马是毋是传福音？会当去街头无？会当去菜市啊无？会使。
所以因伫荷兰，然后因去街头报道，因打出因家己迄个伫教会内面迄款的舒适圈，然后因行出去。亲爱兄姐，咱伫即届咱要办即个街头的报道，上帝伫半年前就开始准备，伫牧师的心内面开始祈祷，开始祈祷。咱伫3月时阵，咱有即个桌游，对吧？咱的新朋友，咱入来，咱即届桌游新朋友入来有偌济人？拢总有200几位，咱佮包括咱的迄个出游。咱看见，咱伫咱的小组内面，然后邀请朋友入来，总是即届主要爱咱踏出去。互咱伫咱家己的舒适圈内面，咱愿意踏出去。咱踏出去有啥物款的意义？咱踏出去，毋是伫遐在看迄个人，然后咱足紧张的，毋知要安怎甲伊传福音。咱踏出去，佫有一个真重要属灵的意义，就是咱踏到倒一个土地，你踏到倒一个路，你就是伫土地发话。土地发话是啥物话？土地讲话是啥物意思？就是咱靠耶稣基督的权柄，当你踏到的时，你传福音的时，就是你着耶稣基督举手讲：主啊，这条路、这块土地，这徛家的人，主因拢要来信耶稣基督，要归伫主你的名内面。阿们吗？咱需要踏出去，所以咱爱哪行哪传来祝福咱这块土地。祝福这的百姓，参像荷兰这的大卫牧师因所做的就是安尼。咱看见，伫这个世代末世时，咱的土地爱就位，咱的土地爱就位。什么叫土地爱就位？就是咱爱想土地爱归伫主耶稣基督。即摆土地咱知影，什么人上高买土地？伫宗教内面，什么人上高买土地？主祭，为什么因要买土地？因在宣告土地是因的，人民是因的。亲爱的，咱有看到这个属灵的情况无？所以主甲咱讲，伫末世时，所有一切的这的百姓，拢要归伫主，土地嘛要归伫主。总是伫耶稣来之前，教会的百姓。你需要先去把这个土地做宣告，阿们。这是伫圣经内面所甲咱启示的，所以咱的土地爱就位，咱爱宣告土地，包括你的家庭，你敢无爱将你的家庭归予上帝吗？你若无归予上帝，就是归伫世间。总是上帝伊听百姓，听世间的每一个人。不管伊信主也未信主，特别遐也未信主，遐失迷样，主耶稣更较在意。所以，咱伫这个礼拜，咱训练了后礼拜，咱要踏出去，然后咱要伫小组内面分组，一组一组出去，然后来看到人，咱就来甲伊传福音。这伫今仔日拢会来训练。所以，咱基督徒，咱是一个上帝国的大使，阿们吗？咱来讲。我是上帝国的大使，请大使就是要祝福这块地，所以咱是大使。咱看见咱的大卫牧师甲牧师娘君玉，因到伫遐街头，因就是安尼报道，看到毋捌的人，然后因挖过去，因就甲伊问，请问你敢捌？听见有一位上帝足听你的，伊对你的生命有一个足美好的计划，你敢知？你想，若是你会安怎回答？你知无？你知影，但是毋知的人也阁真多，所以因每一礼拜六拢带因的团队，然后去街头传福音。因毋那伫荷兰。阿姆斯特丹团，因团甲去非洲去，然后因为因安尼传福音，因迄个城市的迄个犯罪率一直降低，一直降低，一直降低。因的政府的官员开始合意，开始有一个足好的聚会。亲爱的姐，
咱来做这代志有价值无？有价值无？阿们。趁咱也活着，咱来做。所以，咱要传福音是爱趁机会，爱互人机会。掠到这个机会，你要安怎掠到这个机会？你要安怎互人机会？你要互人机会无？有可能伫咱的生命内面，真侪时间，咱互人原本应该是有机会，但是因为咱唔敢、无胆，所以连互人机会明白福音的迄个时间嘛无。总是透过今日的圣经节，上帝甲咱讲，咱传福音，就爱趁机会，佮爱互人机会。拄则咱所读的圣经，伊讲耶稣伊伫一个路中咧行路时，伫华语伫和合本，伊是讲耶稣过去的时候，耶稣伫路中甲伊的学生咧行路，然后行啊行，伫路中人真多，对无？然后耶稣看见一个人，亲爱的兄弟，当你伫路咧行的时，你伫路中咧行的时，请问你的目睭拢咧看啥？看路，对无？啊，搁有你的目睭看到的是啥物？主耶稣伊带伊的学生经过迄个路的时，然后耶稣伊看到一个出世就痴迷的，当耶稣看见伊的时，哇！我读这个圣经节，这侪痴迷的人，你知无？伫这个中东的所在，迄个痴迷的毋是一个尔，痴迷的是足多的。为什么？有可能是因为伊卫生的问题，搁有因伫因遐的食食的问题，因的遗传的问题，所以伫中东的所在，因痴迷是真普遍的。耶稣伊看到一个痴迷的，然后伊看到伊，你来想看觅，当你看到迄个痴迷的时，你会有什么款的感受？无感觉。耶稣伊看到这个痴迷的，你想看觅者，耶稣伊的感受是啥物？耶稣会可怜伊无？你感觉耶稣会可怜伊的，请举手。你感觉耶稣会可怜伊的？好，学生会可怜伊的，你感觉学生会可怜伊的，请举手。耶稣的学生会可怜伊。好，请放了。伫拄则咱所读的圣经内面，来，咱来看学生敢有可怜这个痴迷。耶稣伊看见，迄个看见是代表什么？看见一个出世就失明的人。伫这个圣经节来看见，咱看迄个字眼，迄个看见是代表什么话？当耶稣看见伊这个痴迷的时，就好亲像伫这个世界内面。耶稣上帝创造，只有创造这个人同款，伊遐尼重视伊，就好亲像伫这个世间内面，就亲像只剩这个人尔的，伊迄款的珍贵。耶稣看见一个人，一个失明的人，伊是用这种的眼光，用这种的心，在看见这个失明的人。亲爱的兄弟。这个失明的人，伊后来拄到什么款的情形？耶稣伊过去，然后伊的学生看见耶稣在甲伊看，伊的学生安怎讲？伊的学生煞甲伊讲：耶稣啊，这个人伊痴迷足可怜的，伊痴迷是伊犯罪，是伊的祖先犯罪。这是伊学生所问耶稣的话。学生的心甲耶稣的心有同款无？无同款呢。耶稣怜悯伊，但是伊的学生却在甲耶稣提醒，伊痴迷可能就是因为伊犯罪，毋是伊家己本身，就是因父母，就是因祖先。总是耶稣，伊就甲因讲，咱着爱趁这时的。趁日时来做工，兄弟姊妹，咱是毋是有把握咱的时间在传福音？伫1912年，
咱知影铁达尼号这出电影捌看过，举手者。铁达尼号捌看过。好，这个铁达尼号这个电影出来的时阵，哇，我看足一摆。然后伫这个故事内面有一个真咱较少听见的。咱知影这个铁达尼号，这个巨轮游轮，伊有一个称号叫做拢袂沉落去。拢袂沉的一个巨轮游轮，然后伊对英国海港的南部，然后伊要出发，要去到倒位？要去到美国。然后伊出发了后，迄个船无拍算，煞伫中站去弄到冰山，然后弄到冰山的时阵，这只船有准备要沉落去无？这只船就开始漏水。然后这只船开始规个拆哩，规个弄甲密密麻麻。然后伫这只船，伫伊要沉落去的前2点钟，有一位牧师，这位牧师叫做哈伯。伫这只船当在危险的时阵，大家拢咧顾家己的性命。哈伯牧师当时伊甲伊阿姐，佮伊的查某囝6岁，然后伊拢伫这只铁达尼号的顶悬。然后伊互伊阿姐甲伊的查某囝坐救生艇，伊家己讲，我留伫这个船顶，伊身躯穿一个救生衣，然后伊开始伫遐，甲遐个当伫危险内面，心足惊吓的人，伊伫遐甲因传福音，甲因讲你毋免惊，你这个是你来信耶稣，讲你要信耶稣，互耶稣成做你的救主，伊就一个。一直甲因传。迄个时阵，伊就带百姓带遐个船顶，会晓唱《甲主亲军》的即个歌。这条歌会晓无？咱敢捌听过？伊就带这个船顶，这个船员已经连边要落难，这个乘客，然后伫遐带因唱一首歌：救主，我爱救你，互因的心慢慢袂阁遐尼惊吓，平静落来，然后互因会当伫遐伫最后会当来信主。了后真紧，迄个船就那拆开，伊就那落落来伫海里。当伊落落来伫海中的时阵，伊伫船顶，伊甲伊的救生衣交互别个乘客，然后伊落落来伫海中。伊落落来伫海中的时阵，迄海水是非常的冰。伊看见边啊，真侪人拢伫迄个海中伫遐游咧，要叫人来救。但是因为水足冰的，真侪人真紧去到落落去海中，就全啊寒死。特别有一个边啊，看到一个青年人、少年人，也搁伫遐在救咧，在木咧在救。然后这个牧师就甲伊讲：少年诶，你得救未？你有甲上帝和好无？伊就甲这个青年安尼讲。哇！了后一阵海涌搁过来，煞甲因拆开去。几分钟了后，因两个搁活过来。这个牧师就甲这个少年的讲：你得救啦！伊就将牧师伊家己跳落来这个海的时候，伊摕到迄个浮木一个叉箍，然后迄个少年人，伊就甲这个叉箍，互迄个少年人，甲少年人讲：少年人，你得救啊！我这个叉箍互你。牧师就安尼沉落去伫海底内面。牧师，这个哈伯牧师后来伫这个铁达尼号沉落去4年了后，因有开一个铁达尼号生还者的一个分享会，其中有一个青年，伊把这个代志见证出来。
讲伊就是这个牧师，伫最后一个传福音的，就是伊，伫遐做一个证明。这个哈伯牧师，伊是上帝浸信会牧师，伫因的所在就为着伊有一个教堂、礼拜堂来纪念伊。因感动，因看见的是，这个牧师伊到伫最后已经要无命，伊把握迄个最后的时刻来传福音。亲爱兄弟，这是主予咱一个真大真大的权柄甲开咱。学生甲耶稣讲，这个人伊痴迷，然后伊是到底是什么人来犯罪？亲爱兄弟，有时阵咱咧传福音的时，咱会感觉讲，这个人无资格传，无资格信主啦，伊遐歹，伊遐尼恶，所以伊无资格。就好像就足久以前，陈进兴，咱知影吼，当时好友谊，咱即摆市长嘛有参与伫即个案件的协助内面。陈进兴，伊伫监狱，伊伫最后，牧师，阮的同学甲伊传福音，因为伊伫监狱底做监狱的传福音的工作，所以陈进兴是我另外一位同学牧师。伊的个案，然后我这个同学全来甲我讲，你敢会当写一张批给陈进兴？所以我当时我嘛写一张批给陈进兴。我写给伊什么货？我甲伊讲，你伫内面，你伫遐传福音，因为伊相信伊耶稣迄个南非迄个武官，伊的囡仔袂晓讲中文，为一个耶稣，为一个心互伊，就安尼伊来信主。所以伊伫监狱，伊嘛传福音。总是就有人讲，伊遮尔歹，40摆嘛无法度害伊杀人的罪物。有人就讲伊无资格，伊无资格入天堂。伊若入天堂，我就要来地狱。这就是人心内面。我家己无爱得救，我嘛无爱你得救。人是这样的自私。然后耶稣伊听啦，伊听这个痴迷，伊讲，毋是这个人犯罪，嘛毋是伊的父母，乃是安怎？因为上帝要透过这个人来显出上帝的伟大。亲爱兄弟，上帝听咱是安尼。有时阵过去，毋管你拄到什么款，你的家庭，你的父母怎样？家庭背景无好，总是主无看遐个。主伊讲，就算讲你的家庭背景无好，你的身躯健康无够好，无够有钱，学识无够，总是主讲，伫你的心上，我要做一个特别的工，互你的软弱成做你通夸口的，就是这个上帝伫你的心上会拯救。阿们吗？阿们。软弱的人，伊才知影怎样去感谢上帝。所以耶稣伊安怎咧教学生？你甲看哦，耶稣就甲伊讲：你毋通去想遐有诶无诶，趁日时找咱来迄个上帝，来爱紧来做伊所交代咱的工。啊，若无过来暗暝就要到，咱就无人会当做工。兄弟，日时是啥物货？日时就是咱即马也搁伫自由的时，咱即马会当搁伫民主的时，咱即马也搁活地的时，咱爱趁这个时间，趁你的囝、你的孙仔，也搁甲你做伙的时，你爱趁这个机会，这个就是日时。趁你的囡仔也未娶某，也未嫁翁，也未搬出的时，也搁看你徛起的时，你爱甲伊传福音。趁你也个健康的时，会当讲话的时，你爱传福音。亲爱兄弟，上帝予咱真济日时，这个就是时机。你爱趁这个时机。啊，若无咧，暗暝，什么代表暗暝？暗暝有一个解说是讲，就是耶稣基督到伫迄个顶十字架了后，要进入到伫迄个黑暗内面，人会当传福音无？袂当传福音，咱家看，伫即马的
的社会，甲过去传福音有共。以前咱会当入去学校，即马咧规定咱袂当入去学校传福音。咱本来拢会当伫街仔路会当分传单，逐个人拢会揢对无？即摆人因为整个社会才会治安犯罪率，然后互咱基督徒，互咱人的疼心、怜悯的心就愈来愈少。因为咱行去拄着人拒绝咱，咱行去拄着好人，拄着歹人，所以互歹人来甲咱陷害。伫即个世界，黑暗的势力不断地创行的时，咱传福音的机会是愈来愈少。这就是暗暝，包括咱的身躯，你敢还阁开力传福音？假使你今仔日若会当行路，阁会当来到伫教会敬拜，阁会当食饭，阁会当吟诗唱歌，阁会当开讲，你若会当开讲，就会当传福音，传一个算一个。咱伫即马，咱有一个机构，伊伫开始在推行10亿灵魂得救，伫这10年内面，要有10亿的灵魂来得救。期待伫2033年，会当有10亿的灵魂来信耶稣。亲爱兄弟，这个10亿的灵魂有包括伫咱的中间无？有包括伫咱的地区无？有，阿门。这是上帝予咱一个真正好的一个甲伊工作的机会。所以，这个清暝的，伊所需要的是光。毋过，当伊清暝的时阵，光对伊来讲，光甲黑暗对伊来讲，敢有差？清暝的时无差呢。总是耶稣伊讲，我伫你清暝的时阵，我也要成做你的光。我伫世间的时，我就是世间的光。咱拢也搁伫世间。咱即马可的光是啥物货？太阳光。总是主甲咱讲，太阳光有一天原来无去呢。伫末日的时，太阳原来黑暗呢，月嘛会无去呢。你要搁靠啥物光？只有将耶稣基督，伊才是你永远的光，永远的真光伫你内面。所以咱爱甲即个真光，也袂行到伫上尾啊，迄个黑暗的时，紧介绍，互人来认捌即个真光。所以咱就知影，原来上帝伊要爱咱甲伊同工，甲主同工，迄款的价值是啥物？耶稣伊甲即个清暝的，然后伊用伊的卵，耶稣伊用伊的卵，甲伊配伫即个土里，然后甲即个土悄悄的，耶稣的卵配伫土里，然后甲土悄悄的了后，咱家看，耶稣为什么伫即个圣经内面讲着耶稣配卵？咱会感觉有够无卫生呢，耶稣啊，好，但是咱知影，伫过去因所了解，人喙的卵是有医治的功效。哇！当牧师在查资料的时阵，过去因遮的中东的人，因讲透早若困醒，然后用喙卵去勾你的目睭，你的目睭会好起来。目睭若有病会好起来，你莫试哦吼。即马甲过去可能无啥共，因为空气啊，甲咱食的物件无啥共，所以你用喙卵去勾目睭，牧师无保证讲会好吼。这是牧师看伊即个资料。毋过咱会记着，网啊定着咱拢用啥物勾？网啊定着捌用喙卵勾的举手。你看好用无？真好用，奇怪咧。即款因为有足侪药啊，所以咱就袂记即上帝创造咱身躯即只好用的物件。耶稣就用喙卵配伫个土，亲爱兄弟，配卵就是在讲耶稣的气。咱每一个人会当活，是因为上帝甲咱分活气伫咱的内面，迄个就是灵神的意义。然后伊甲迄个土。甲伊撮做伙，迄个土代表的是啥物货？有罪的人，咱拢是用土做器躯对无？
上帝就用迄个灵、迄个烂配伫土里，就是用迄个气、迄个开挖开，放伫人的心内面，然后互伊合一。耶稣就将即个摕起来，抹伫人的即个痴迷的目睭，甲伊勾掉咧，然后甲伊勾起来时，就甲伊讲：你去倒位？西罗阿迪，咱来讲西罗阿迪。西罗阿，圣经所记载每一个实在是真正趣味。西罗阿为什么要叫伊去西罗阿迪洗伊的目睭？因为西罗阿就是有一个足特别的意思。西罗阿就是我受欺骗，我受欺骗，然后耶稣受上帝的欺骗，来甲这个痴迷的来医好伊的目睭。后来这个痴迷的目睭有医好无？有目光起来无？为什么伊的目光？伊若是无去洗目睭，伊若无去洗了阿弟洗伊的目睭，咱想伊敢会好起来？伫这个过程内面，耶稣的话入来，然后这个痴迷的听入去，伊个顺服。啊，若无，耶稣伊叫痴迷的去洗了阿弟，啊，这个痴迷的讲：你先互我目睭看，我毋知有法度行去洗了阿弟洗。毋过这个痴迷的，伊虽然目睭还袂光的时阵，总是伊就慢慢摸，然后真正伊顺服伫耶稣基督的话，所以伊的医好，毋是耶稣的烂足厉害的，伊的好是因为伊相信主耶稣。当伊相信主耶稣的时，主耶稣所有的溃烂伫伊的身躯，拢会成做是一个大的力量。阿们吗？咱有相信主耶稣无？当咱相信，爱相信耶稣的全部，毋是相信耶稣的部分啊！定。所以，这个痴迷的，伊去洗了阿弟，洗伊的目睭，然后伊的目睭，伊一个滑头，哇，目睭会看呀！这么神奇，这个滑头，伊的目睭会看。虽然就看讲，原来伫耶稣基督，伊愿意奉上帝来欺骗伊。咱是毋是愿意互耶稣来欺骗咱，来去找这个西罗阿弟，找这个痴迷？咱伫咱的街仔路，真侪人，牧师毋是讲因是痴迷的，咱所看见的，咱拢了解，因也袂明白耶稣，咱要救因的灵魂，所以咱无掠福音做见证，因为福音就是上帝的大能力。阿们。这个意思是什么？咱唔惊歹势，然后咱去甲人传福音的时，咱唔惊人甲咱拒绝，那么唔免气馁，唔免挫折。你今仔你敢若行出，你还袂对人传的时阵，你敢若讲牧师我愿意。当你讲我愿意的时候，迄个心就互上帝感染，上帝就欢喜，就祝福。然后你知无？咱传福音，保罗讲的，伊所传的毋是靠伊的口才，靠伊的智慧，靠的是什么货？圣神以及上帝的馈难。所以咱后礼拜要踏出去街头报道的时，咱拢会摕到一张的一个福音卡，咱就照顶悬的念，照顶悬的念，伊要安怎来信主？这个是你受欺骗，就是负责念好听。啊，然后伊要信也毋信，在伫上帝。总是当你念出来时阵，迄个溃烂就出来啊。迄个人伊就要听见福音，伊会讲，伊若要甲伊的耳按掉咧，毋听嘛真困难。总是伊来到伫你的面前，是你行过去，就甲伊讲，你看见伊一个痴迷的，就亲像耶稣安尼，你行过去，挖伫伊的身躯边。然后你看见伊，你怜悯伊，你要互伊得光明，你要互伊得到救。感谢主，上帝将伊传福音的这个权柄交托伫咱，互咱会当享受咱伫天灵、伫地灵，亲像伫天灵的这款的价值。传福音上重要的、最关键的所在，就是敢开嘴啊，唔敢开嘴。当咱开嘴的时，
咱若无开喙，敢有需要上帝做工？无需要。咱就讲主啊，你互我较侪恩赐咧，啊，你无要服侍，你要爱恩赐创啥？是，所以上帝伊讲，当咱开喙的时，咱的信心迄个开了就来。咱即个大卫牧师因伫遐传福音，有拄着人甲伊拒绝咧无？有啊，总是真奇妙。遐个拒绝咧，佫会回头转来找伊，佫会回头转来找伊，讲你要甲我讲的福音，会当佫甲我，互我一摆机会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因要传福音的时，有诶拄着的是一个妇人人，伊准备要去自杀啦，结果行伫街仔路，互遮个福音队看到了，挖过去甲伊传福音。传了后，伊决定无要自杀，伊就见证，伊讲伊这条路行到尾的时阵，就是伊要自杀的事。亲爱的兄弟，伫咱的中永和地区，伫咱台湾，有真济的人，因的性命拢是伫一个真坎坷、真孤单，甚至是伫一个罪恶的中间，伫一个病痛、郁卒、怨叹的内面。因需要主的光，需要主的话，所以咱常常用咱的嘴，讲真济话对无？甚至讲5、4、3的话，咱即摆会当来改变，互咱的嘴来得到清气，咱的嘴会当来传主的福音。阿门嘛，阿门。有一个牧师牧师，伊看到一幅图，伊非常的爱迄幅图。伊看到迄幅图，迄幅图是啥物货？迄幅图是有一个人，然后伊伫海里，活伫拄着危险，然后伊摸着一个十字架，伫迄个海中摸着十字架，伫迄个海里过身去。但是伊摸着一个十字架，即个牧师伊看到即幅图，非常的感动，就甲迄幅图买起来。哇！一个人要离开世间，伫海顶。然后伊摸着一个十字架，迄个代表就是伊明白耶稣基督上时，伊已经上岸，平安上岸，因为已经领洗礼，伊知影耶稣基督。牧师就甲这幅图背起来，然后伊佫看到另外一幅图，哇！迄幅图佫较奇妙，伊看到一个人，伊原嘛是伫海顶，哇！这个人的正手摕一个十字架，伊的倒手cứu一个人。因为伊迄个时，伊当在救人，伊当在救人。亲爱的姊妹，咱是摸着十字架，两只手摸掉了家己来得救，也是咱一只手摕十字架，另外一只手救一个人。台南马雅各牧师，伊的囝嘛做牧师。巴克的牧师伊讲，伫马雅各牧师过身迄一天的下早啊，当伊身躯抑阁好势时，伊抑阁伫出去外口伫分福音单，抑阁伫分福音单，然后倒来厝就过身。过身迄一日抑阁咧分福音单，所以咱台湾伫南部，才会当福音一直到伫即马。而且伫南部的福音一直不断在复兴，甚至比咱北部更较复兴。伫即1、2年，亲爱的姊妹，这福音一代传一代，传到咱永光教会，马街朴素，互咱成做咱真好的模范。所以咱爱继续把这个福音传落去，因为咱白白得到，嘛要白白互人。阿门嘛。所以咱这个礼拜。咱要来传福音的训练，然后后礼拜咱就要实际来行出去。这保罗所讲，伊讲我若甘心做传福音这个事，就有赏赐；啊，若唔甘心呢，这个责任也已经交代伫我。安尼，我的赏赐是啥物？就是我传福音，互人唔免开钱来得到福音，也若无。我就甲上帝的福音的权柄，我拢家己用了，无分出去。所以
保罗先生伊讲，我甘心乐意传这个福音。我所得的赏赐就是人唔免开钱来得福音，唔免开一仙钱白白福音。要若无，我得到福音的全部，却我家己食了了，家己用，拢无分出去。这就是保罗伫这个圣经在伊甲咱所讲的。所以讲，人若有愿意做福音、传福音的事，上帝伊要来感动咱，是照着你所有的。唔是照着你所无的，所以咱每一个人有传福音的能力无？阿妹吗？咱每一个人有传福音的能力无？大声讲阿妹。当你讲阿妹的时阵，上帝伊就感染，这个溃烂是会产生一款的量子的效应，所以咱爱带出去传。当你行出离开咱的这个教会4楼、3楼到1楼的时阵。迄个快乐就来，迄个上帝的能力就伫你的身上。阿门。上帝要将更较大的恩典福气赏赐伫永光教会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包括你的后代，包括咱永光教会这个细囝每一个后代，咱拢要伫传福音的历史顶端继续见证耶稣基督。阿门。最后，咱来读这节的圣经节，好，来，咱做伙来读来，请。时要是日时，咱着做找我的工，暝是要到，迄碟就无人为做工。约翰福音书9章4节，来，搁一摆来。时要是日时，找我的工，暝是要到。迄碟就无人为做工。约翰福音9章第4节，时要是日时，咱趁日时，好，唔通等甲咱无自由，咱无勇健的身躯，袂行路的时阵，咱才怨叹讲：哎呀，我为什么当时无爱传福音？上帝这个事就是咧甲咱启示，嘛在甲咱鼓励。每一个人，咱拢来传福音。咱时代会当伫咱的这个街路的边仔遮传福音无？牧师安排喺上近的，互咱遮的70岁起的，互你唔免行伤远。啊，若较少年的，像咱明前长老这少年的，搁高冲，就去4号公园。好，所以咱要为着咱这个土地，咱来发话，来宣告这个土地被成做耶稣基督的土地。阿门吗？咱的台湾要成做圣神的岛屿。阿门，阿门。咱一定要带着这个快乐，带着这个意志甲信念，为着咱的台湾，为着这个土地来祈祷。就像耶稣，伊成做一粒麦，然后伊落伫土里，定时要加死，为着咱过活。咱每一个你的性命嘛会当成做一粒麦，你即马就会当会当传这个福音，做结果子。咱即马咱要做伙来吟这首诗歌，一粒麦，请咱兄弟咱起立，咱做伙来回应上帝伊伫咱心中的恩典甲启示。是一粒麦，伊落伫土里，伊才会当结果子济济。是落伫土里来时，无论经过偌多时阵，犹原也是一粒。伊若愿意，互家己收来总受用尽，就要结出多果子，叫你生命的奇妙。来，一粒麦，若不是落伫土里。无论经过偌多时阵，犹原也是一粒。伊若愿意，互家己收来总受用尽，就要结出多果子，叫你生命的奇妙。咱家去主讲，来主我愿意。我愿意。
自认为家己应该得的利益。中昼出去热热，我当厝吹冷气就好啊！啊，冷气就啊，我流啊！主讲，不管你伫逐时，你坐轮椅，佮较是一个好的见证。虽然放下家己所感觉应该得的利益，然后互主用，阿门吗？阿门吗？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放下，咱做伙来哦。放下家己应该你的管理，你我心了成就你志，唱甲你的心有感动。放下家己应该你的管理，你我心了成就你志，主要成就。放下家己应该你的管理，你我心了成就你志。咱的主日学的囡仔，因嘛要出去传福音。因伫即摆营会，因做5个圈仔，有叶啊，有鸟人啊，有12架，然后有锁匙，搁有迄个石，天顶落来迄个白色的石。伊用即个5个圈仔，然后要伫迄个街仔路，甲人传福音。即个叶啊，是代表上帝创造；即个鸟人啊，就是代表咱拢无自由，因为无耶稣。啊，即马有耶稣为着咱钉死第12架，所以咱得到救，你会当对迄个鸟人啊飞出来，你会当得到自由，然后你会当摕到，你耶稣会当赦免你的罪，就参这世遮尔白。然后你会当摕到一支锁匙，迄个锁匙就是将来你若死了后。要去天堂，一支锁匙就是你专属的。阿门嘛，阿门。咱的囡仔细细汉，因嘛要出去传福音。咱的年会，咱感觉咱家己有家己所要爱做的事，咱暂时甲伊放下，干那半点钟拿定，半点钟，因为你传福音，你得到天国的天国的价值，因为半点钟你传福音，迄个人。因为你来得到永远活的福气，阿门吗？阿门。这么水，甲上帝同工，咱做回来，咱将咱一切的领受，咱拍拍啊，归荣耀给咱的上帝，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上帝决断祝福伫咱每一位在座的，来，咱请坐，哈利路亚。这是咱要来奉献，奉献是回应上帝对咱的听，是信心的行动，请咱用感恩的心、敬虔的态度来奉献。开始奉献。是阮做钱，欠你领受我命转换。星星眼花，加天开朗，有到主阮心心所愿，甘心乐意
工分享，请牧师。今晚咱感谢主，咱教会要诚做传福音的教会。保罗甲咱讲咱传福音有两个时间，对两个时间呢，叫做得时甲不得时。安尼有啥物时阵免传福音？所以随时拢爱传福音。咱后礼拜咱要有实际即个行动。牧师真少年就受训练，我相信咱嘛听过三福背尽的福音。传福音的方式，这每一个时代，上帝拢互咱透过无共款传福音的方式，来行使咱教会的使命。所以，请兄弟姊妹凭信心，咱后礼拜咱拢会当做伙来去。牧师嘛要做伙来去咱拢做伙出来传福音，这是咱教会上界重要的事。好，来咱来关心咱教会这个事。今仔日这礼拜咱导读的主题叫做诚实，咱用中文华语，咱来读咱的引言来，诚实是说真实的话，即使会带来麻烦，也要诚实；若不诚实，必要承受随之而来的后果。对，咱爱诚做一个诚实的基督徒，因为诚实这是基督徒基本，也是讲做人基本的一个条件。咱求上帝帮助，伫即礼拜内面，咱每一天的经文，拢甲诚实有关系。愿上帝话语来帮助咱，互咱对上帝、对人、对家己，拢是诚实的，拢会当坦然来面对好，咱感谢主咱即届的暑期的儿童的双语营已经完成。伫到今仔日下晡就会当完全结束所以因伫第二堂的时阵，因游园有要来遮献诗咱感谢主，拢总有45位的遮个学生小朋友参加，其中有21位是 best 所以咱感谢主，因伫第二堂献诗了后嘛要甲咱互咱知影，讲拄仔潘牧师所讲的即个锁匙锁匙这就是囡仔因家己亲手所做的透过即个树叶在讲上帝创造，讲鸟人讲人的罪，人有罪，所以就亲像鸟人互关咧无自由。透过十字架，耶稣咱得到救耶稣的宝血洗清咱，亲像洗遐白一半样。然后咱因为信耶稣，侵蚀咱就有即支天堂的锁匙所以这是囡仔家己做的，因为透过安尼嘛要来出来去传福音所以咱会当做伙来参与伫教会，咱嘛有今仔日要为着咱这中级甲铁三角来训练真简要的即个福音的信息的方式后礼拜大卫牧师来嘛要互咱知影因的经验，互咱搁较分享咱好来咱早暗咱的青少年嘛有来为着即个反诈骗请2位的警员来互咱知影所以互这青少年来明白咱嘛真多谢咱的教会嘛甲咱的这个公部门有这个连结真好特别透过咱的协会来进行好这就是大卫牧师甲君玉师母因有要甲咱请安，透过这段来。将与永光教从头会再来一次与大家分享传福音的秘。OK， 来，咱个注意听一下嗨，阳光的大家好，好期待和大家见面哦。8月4号，礼拜天早上9点，我们将与永光教会与大家分享传福音的秘诀，还有上街跟大家一起去传福音。那我们非常的期待会有很大的新的突破，让更多人能因着这样来认识耶稣。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拨出空，然后一起来参加。Yeah, we look forward to be with you all the way from the Netherlands. It will be a great and a powerful time in God's presence as we go out and preach the gospel. And can't wait to see all of you. It will be a wonderful time. 所以我们非常的期待。那我们就下礼拜天早上见喽，
拜拜。啊，感谢主哈！咱下礼拜9点哦，9点一场尔，咱今仔一场下礼拜，包括儿童会甲咱做伙来敬拜了后，咱有半点钟因会甲咱讲这技巧，咱大家做伙出来去哈，做伙出来为着福音来散步好无？阿门！你甲隔壁讲，后礼拜咱为着基督的福音来散步来。对，出来去散步吼，哇，真好！散步拄着人，就传福音，安尼有赞无？这我妈妈互阮的印象就是安尼呢。伊出去看到人，3句话开始，就是咧讲耶稣吼。咱求上帝，互咱有即款的传福音的 DNA。好，来，继续咱来看。好，所以咱第2场礼拜刷咱有要说明会，请咱的。中州甲铁三角，请咱来留咧吼 ，OK。这是好，来过来即礼拜为着咱的即个街头报道咱有4场的即个街头报道的进前的祈祷会，就是拜2下午10点吼，拜3到拜5暗时的8点，即个就是咱参加的，就是遮个因的小组的人这个时间，就是原来的破冰即摆赞美这半点钟，就大家做伙组织嘛。当然除了这个参加小组以外，咱嘛会当讲，我有心搁较济用心来祈祷参与伫即个咱逐暗拢会当来哦，吼，拜3到拜5暗，拢有半点钟尔哦，吼，所以爱提早到，咱8点到8点半。为着街头报道的即个祈祷会吼，请兄弟姊妹咱会当做伙来，嘛鼓励咱用禁食祈祷照大家身躯若会使的，咱做伙来参加伫即个所在吼。好，咱8月11是咱圣礼典，咱有圣餐加洗礼请兄弟姊妹来鼓励未洗礼的，是未转接到咱教会的，请因紧来报名。然后参加伫拜5暗即个基后的真理加研捌永光教会的一个课程吼。好，咱的信仰培育的奖励金请这个青少年学生来注意吼，会当照即个时阵来完成，就会当来得到这个奖项。好，过来咱9月开始，咱的即个培育学校的课程就要来进行请咱看周报这个时间点你若还未完成的，你会当甲时间排起来吼毋茫咱会当来继续，是讲你要过来复习一届会使无？会使无？会使哦吼会当搁较济来研捌即个真理，因为真理是咱的性命，是咱的祝福，所以咱要搁较研捌伊，这是理所当然吼。好咱有咱的兄弟叶龙公弟兄伊受主恩召等去到伫天父遐所以咱伫即个8月初7拜3下午9点伫二滨的景仰楼的至真餐厅这是伫1楼要来举行告别式请咱兄弟姊妹来关心为着为主来代祷。咱继续来为着国民长老甲即个敬孝兄弟来祈祷吼因拢透过开导上帝保守一切拢真平安吼当然牧师我嘛开导吼即摆线还未放吼，顶面天2个下面天5点吼捌伊要放出，所以即摆讲话内面拢有客迄个感觉嘛感谢主互我回复真好势吼咱继续为着国民长老甲即个人邦的老爸来祈祷。好请咱来继续来甲咱的教会网络这个连结吼嘛咱会当搁较济将教会这个消息介绍互人，这嘛是一个传福音的方式，因为咱拢将教会这个资料信息拢放伫网络，会当互伫美国、伫非洲，逐位拢看会到只要咱若有熟悉，咱会当将即个报互人知吼。好，多谢。好，这时阵请咱起立，咱要做伙来
吟一下诗歌比出来祝福。主来临就好你，平安福气满满心，万星星来充满你，大方大热烈大福气，上帝祝福你，祝福你，你的灵跟着你，喜乐充满你，快乐拢无去，祝福大福气。甲别人讲来。祝福你，祝福你，你的灵跟着你，喜乐充满你，快乐拢无去，祝福大福气。喜乐充满你，烦恼拢无去，祝福大福气。后礼拜虽然你无伫小组参加小组，你嘛会当做伙出去传福音无？牧师嘛会出去，我嘛无参加伫小组对无吼？啊，所以咱就会当个透过无共小，无伫小组，咱嘛会当分配，啊，咱会当做伙出去啊，吼。好，感谢主，咱来领受主的祝福来。但愿丰盛的主以百般的恩典赏赐互恁，也透过圣神感动恁，互恁热心伫传福音的事工，也备办心伫后礼拜为主来去散步。对即时到永世代荣耀，拢伫咱所讲所行一切顶面来显明。阿门。阿门。平安，平安。请坐咱的敬拜接续到这，愿上帝引带咱逐日的脚步。